副总统赖清德即撮访问过境美国的纽约，要来台湾访问的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嘛发声明表示欢迎。也毋过中国是表达强烈的不满，率来搁要伫东海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今仔嘛搁再强调讲，过境美国已经是正事常的代志，呼吁中国毋通想要趁这个机会威胁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巴拉圭，其的行程短暂过境美国纽约25点钟，主要甲交界台湾青年会谈，无传出甲美国高层会面。去年4月捌访台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甲印太小组主席金应玉是发出共同声明欢迎。也毋过，中国对赖清德过境表达强烈不满，12至10时之间，搁较伫东海海峡军演针对性十足。美国国务院搁一摆呼吁北京毋通借机会惹事。There is no reason to over-torque this transit into anything escalatory.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our One China policy. It is not any kind of pretext for coercion or provocative activity. 回顾今年4月，蔡总统出访过境美国。会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了后，中国发动连续3日的联合利剑演习，以海空兵力实施联合战备警巡。去年8月，迄当时担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中国确实宣布大规模军演，伫台海4号围进行实弹射击。南国国防部表示，目前并无看到中国有相对大规模行动，也毋过会严密观察。在这个应对敌人的威胁的过程当中，国军是秉持一个不确敌、不挑衅的原则来去面对所有中共的一个行动。中国无权干涉民主国家的正常来往，也没有理由过度反应或借机升高情势。当时赖清德伫巴拉圭访问，美国澎湃新闻发布伊的专访内容，其中赖清德表示，台海紧张是因为中国愈来愈强势，强调台湾安全是全世界的问题，国际安全也会是台湾的安全，也希望国际社会重视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记者综合报道。